啊，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条到中国参加大阅兵，是引发到民进党的批评，讲这就是阿强啊统战成功的一个象征。今仔日嘛是台湾的军人节，总统赖清德到中立寺主持秋祭大典。总统伫个面册铺文，讲台湾歪摕武器来纪念和平。伊相信手中的武器是用来保家卫国的，毋是用来侵略扩张的。代表献花93军人节，总统赖清德出席中立寺秋祭。副总统萧美琴、立法院长韩国瑜、行政院长杜兴泰等等政党头人拢在场。虽然赖清德无发表谈话，不过背后负责咧社军平台铺文。抗三军图讲到台湾人民爱和平，袂摕清官纪念，嘛相信手头的装备是用来保家卫国，毋是用来侵略国土，是怀念先烈甲历史教训积累，终身足成用实力达到真和平。一日一句拢有意含义，因为铺文的时间点是中共93大阅兵。来宾对金甲拍节奏，斟酌看第二排穿青色衫，就是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去到中国参赴93大阅兵，嘛伫咧以后提早到北京。我跟你讲哈，我没那么重要，你比较重要，我也无所谓。讲我无差啦，含同款出席的台大教授阮基正讲甲笑头笑面，出席93阅兵活动。刘委会来问讲是虾米原因，互洪秀条是非不分。洪秀条昨伫咧面册过一摆铺文，讲两岸局势早就已经180度转变。10年前两岸交流有何矛盾？这一部分是伫咧讲中国的代表权，民进党政府毋能放弃代表权，佮甲抗战胜利讲出忠贞纪念。即期面对这款的现实，敢讲都要点点。在野党的前主席不顾这些对于和平的破坏，前往中国站上天安门，这跟10年前的连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也是中共统战成功的一个象征。两岸局势紧张时刻，因为国民党主席伫咧军人节参加中共大阅兵，引起争议，和刘玉辉看袂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